城門碉堡位於香港城門水塘，係切切實實為抗日戰爭而造嘅建築。身為香港二戰時期嘅重要軍事防線，佢見證咗抗日戰爭嘅艱難時期。走進漆黑，伸手不見五指，行走喺需要半樽先可以通過嘅狹窄通道，令到我哋深刻感受到軍人當時抗戰嘅唔容易。望見牆上面凌亂嘅子彈窿，體會到軍隊當時嘅激烈戰況，想象唔到當時嘅生活同埋失去咗幾多條生命。我哋明白到戰爭嘅殘酷，佢嘅沉重，因為戰爭係沒有意義嘅，因為一場戰爭唔會有贏家，只會兩敗俱傷。而家我哋會記住歷史，但係亦都希望歷史唔會重演。